各位来听众，大概也20多年不看见噻。因为这个20年呢，我是离开自师的，让苏州平台学堂干平台教育工作，因此呢，已经非常演出。那么，除非呢，我恩师100周年，我心里也非常激动，因为我的恩师聘上当呢也10年。那么上海来听众呢，我刚刚脑子皮包最近来呢，有2位来听众上讲，说徐云珠今年100岁，王英忠也超80岁，看上去嘛头发先把牙齿晒得光着哇，不知也说得动书个了哇，那关心我呀。有些来进来嘛，我觉得蛮快，2个来听众哦，来了，今日蛮好来了。实际上，我跟你先生也退位36岁的嘞。那么恩师呢？今年100岁人，所以呢，为了纪念来世，我就请了2位学生子，女学生子王天忠，女学生子白红。第3高头呢，来说一位恩师生前所说的3些片段，先来。豪门才子当赢当不好，为之吹响他的3些雷声，一片痴心嘛，勾搭伏羲龙陵镇，改名康熙，马顺进相府。我想要家里的那书房里不是2个儿子，他的起名和安，当不好但是相府里向将近半年。也得吹响成功嘛，这实在费力。引起的海王有做事3分证明，但你想一定要记住，今朝洪水终极，所以还扶我的让黑当天狼让你改中一个当亚洲亲。高先生光，我想要大致50代黑当天狼想自个当中受定。当不好是开心哦，今朝还到吹响成功噻！来，边浪向一来，我想要归在国家部，来当我去拿黑虎我头统统受到海当天。今朝我开天家给予之恩，让我改中一个当亚洲亲。国家部去受我的好哟，这天我的是开心得不得了。上去们大家侪想搞保安，河岸是相府里向红客，想要太太欢喜得不得了，我就当你儿子个，啥人搞不了，真正有福无用。所以搿点我头统统在首长当兵。你到相府里向再难看面孔个大辣妹，也想搞保安了哟，他分第一次。几十个额头是在黑当天上几个相样么爬海的来了，搿点额头大，眼睛通通辣辣对我看，嚯，搿个时候子也神气啊！大家看，谁也搞不得主要是啦。所以有个把额头以为说，我副伢子18岁死。但是我看不见哇，所以期待着下面这卡子，让听伢子一眼神，俺看见18岁时，一个把我的以为说，我上眼睛凑上亮的眼光望着我们的，那当中有一个额头，结束了。开心得不得了！看家小妹子都在了上对和安兄弟看，对里头妈妈，你都么才是巴来的。我的和安兄弟们在也哈，安见我终身啊脱不离的在。
娇娇开心得不得了，啥事体没闹，因为河岸得厉害了。实际上想十里娇娇在三厨房里向起来，来在看中此里的，嘿嘿，总是来在托不里的呀。哎，但是当不好像我不能得来说高，我是看中春香来个呀。你十里娇娇看中我心里有什么嘞？但是我得来两高头不能够托终身的，因为十里娇娇是受罪人。大伯父还是受罪人，两高头是同乡呀。现在十里娇娇开心是开心的嘞，也想得是我已经做成功，实际上像是不会得成功的。儿子个，思想不出来，可是再还在。倘若吹响出来时，你是蛙头当中的王，河岸是童儿当中的丁洞丁，蛙们总归配洞丁。现在吹响不出来，我比蛙在。
看见，哪会分看见呢？哎呀，石榴娇娇啊，那老花林子的我啊，自从心知相夫过后，天地良心啊，这石榴对我守得很，你的心思我还明白的。哎呀，但是石榴啊，我是为之吹响了嘞。干嘛要努力喊过来？不来个，讲得你哈不来，那么讲话里呢，于心何生？石榴呀，你对我哈，将来我的吹响成功之后，回得来报答来。那么啥，随便努力我头喊一个过来啊，这里都敷衍拍来拍来，顶顶神光不让我等吹响，所以看也不够对你看。啊，我比作为姐姐，哪一个过来与小弟谁对谁对？妹子啊，阿姐，听见？谁听翻了？我要告知到这里。是个呀，你人不管。你随便努力一个人。满名字，改没有改名字，是啦。对管。我来。喂，姐姐。还是你叫你过来谈的呀？是啊。啊，你看你给他几十个人哪里玩？大哥谁过来搞不你嘛？阿多少点讲？好不能怪你，你不晓得你叫啥名字，搿么这个？你看你身上这啥个衣裳，啥个颜色？你欢喜啥人来喊吧？这个我的个闲话倒没有道理的，搿么这个？请那吧，作为穿飞丝衣服的姐姐。过来，谁来谁来？哎呀呀，啥人在？哎呀，啥人这个飞我这飞色啊？哎呀，你呀，我讲，那你讲，看看金少娘，飞色吧？哎，你飞色呀了？你我再拿起来谁这个飞色？你看看金少娘，你这个是有啥？要死脱个嘞！才是五多啊！刚刚没让我起来这个飞色啊，五多才是讲化妆、打扮、换衣裳。俺们屋子里有什么我恨得来？哎呦，谁知过也很花头呀！难道种这飞色衣裳的下头是恶心的不得了？那哈，打高子，不行。啥人呀？啥人？喏，妹子啊，你这飞色，你这个飞色啊？的确是喽。有啥个的呱叫？以前收据人讲闲话嘛，是有的呱呱。有收据人讲闲话有的呱，来得分八大。你不是哪里来八大？哎呀，你们真个聪明个！哪来晓得我兄弟欢喜飞色吧？你今朝谁吃着你飞色啊？哎呀呀，闲话不还是俺刚刚？哪来少接喜鹊着脚，我的面孔啥个哎呦，别子们不认识自个说别子这个人别子面孔够气啊！过去了。谢个是哇，我的过来，马正香腰边浪响一粒。我来了，对里一看，我的别墅的，你看18分嫩，对我妈妈，还好。啊，姐姐，小弟之想与你了。哎呀呀，别客气个，那我是为你在。啊，请问姐姐叫什么名字啊？老啊，老叫水仙。水仙姐姐。哎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啊，姐姐今年几岁了啊？老今年嘛18岁。姐姐呀，哎，你哪里人日啊？我吧，我是滴滴呱呱的松嘴林。哎呦，松嘴林不要滴滴呱呱了哈！与小弟他是同乡嘛。跟你有巧得很。啊，姐姐，你松嘴嘛住在哪里呀？哎呀，侬是个啥好事？说出来大家才晓得的。哦，去了红群山隔壁的油面馆。啊，把那个高松嘴啊，那不你想出来呀？红群山不人啊，油面馆不人理想呀，不但是一头去了孩子。我不得刚刚说个滴滴呱呱了，头明眼我听到惊讶点的，是个门房户了嘿。啊，姐姐，我看你呀，青丝发，秋得美而与哈，一而愈且。
穷也配，小口应的，双耳不杂，身在雨下，左耳右下，见面哦！哎呀呀，说得我在干哈的啦？是啊。哎呀，何兄弟呀，这是当你神功噻。是，你自己个讲的呢，还有神功的。哦哟，对你不是啊，我打那神功子，他吹响也不成功的呀，还是杀错啊！哎呀，姐姐啊，姐妹，你啥子啦？那姐弟为呀不开。哦，对个，做夫妻是也看得清楚一个。啊，新姐姐，点出身来。啊，玉兰姐姐，这也点出身去。写得在。亲姐姐，这也点出身来。进口不动气。哦哟，一看这个我的面孔漂亮，身材杀气。那龙，俺别错的。啊，姐姐啊，请别，请别。哎呀，骗我嘴着，你不是不来个，我不也搞不那个。哎呀，姐姐啊，我看你还是请别吧。哎呦，今朝你不是我所错的，我不还是我不这个，我不也当你成功之路。别人功啊！啊，姐姐，我看你桩桩件件生得好，希望啊，你背心配个。啊，我背心干，我有背心干，我听听啥子？我听听啥路子出来了哈？别搞得我眼忘了。那么那对你妈妈紧张，我总归要讲得来好做起来话节。啊，姐姐，小弟讲了之后嘛，你可不能动了的呀！我不会动起的。哎呀呀呀，姐姐啊！你是生来善人。别人一讲都不要的，我不牛啊！哎呀，我为不给领教。我的上长。加一个头顶，拉弓身风帆。
嘿，我不是大夫觉着哟，把那我一起来，这个百姓一哭一个，一哭一个，干的这么还巴掌，可来上去的呀！他现在那么客气，旁边有个屋头不实在，李大叔现在也喊，看见妹子把你喊上去开心，今朝吃喜的妹子福气。现在辰光看见妹子客气嘛，我说难得结婚了你哇，讲得你实讲难看啊！搿么对也别去对，今朝出去了包包水。但是我搿拉后头，搿拉前头想，要看你，要看你，要看你，你小鸡啊！要看你嘛！哎呦，要看你嘛！要看你！哎呀，凶啥个对哪里去东西？凶啥个？凶啥个？凶么哪家？是来，别进过来。哎，忙正想要埃面来了还没对我忙忙，你今朝也没非黑我，黑我们包包就戳戳那个眉头，可大把好戳眉头。你往往么嘎子个不拉拉嘎出来，本上就拉拉冰神光呀，拉灯个吹响呀，那么你拉嘎出来谁是你嘛？啊，那边穿没落衣服的姐姐呀，请过来睡台睡台。哎呀，啥人家不落衣裳？哎呀，啥人咋没落讲？哎呀，就是个凶头对哇。阿姐啊，是你哇？是我问他讲。哎呦，今朝是恭喜你我想起来很难哇。恭喜哪讲？哎呀，你沈公子哇？沈公子，沈公子，哦哟，你到了洗衣服啥？沈公们哪讲？今朝搞不离，你门在洗，他个门在做工伤。可是啥个闲话呢？那你成功了，你还开开洗嘴吃吃呀？也没吃开点嘴。哎呦，我说啥个闲话呢？眼睛过不来，忙成想要门前一来，想要对里忙忙，百姓阿干，一看百姓不干，哎，我啊，哎，我的没。啊，姐姐，谢的风也了。不懂的，那谁是雨里了呀？雨里面出了中人之地还是啦？你那个雨里面，我在这还他那位里子哇，那屁得那点海。你死了当我死人跑用啊，冲我眉头啊！啊，姐姐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叫春梅，还不叫五梅，还不叫六梅，还不叫彩梅，你太子我们单梅。随便啥人派到你单梅啊？这个凶法子。啊，姐姐，今年几岁了啊？19岁，拿来，拿来，拿来！哪位？我是文文的呀。那么你干什么呢？哇？啊，姐姐啊，我看你抓抓地地生得好。你看我百姓阿干，我要结棍！一时儿不干，我不干。啊，搿么没喊，我没上去干。花旦你水过水军，还是啦？也没也也没老大，你觉得我才没还没他那神冲？也要人工噻，新公子吹响也龙江的呀。啊，姐姐，这里为呀不开，百姓不干没有啥不可讲。原来姐姐点出身来7辈子，这也点出身来，是真的了的，为也点出身去信任。对你看看嘛，面孔白白子，白色也不干，要路。可是今朝没说法。这还阿头里向贴骨头了，像我快让白车是硬白车头子。啊，姐姐，请便，请便。哟，这一来着哈，我来见我最长。是啊。百姓不干，不是的。百姓不干么？啥天见我最长？哎呀，姐姐呀，你桩桩地地生得好，小你礼上就不退干。你得结棍了的话，百姓不干就不干噻。啊，我就不干。是呀。就会干么难讲？就不生来干，杀风不用得，东房花烛意，我命却难办。要那个杀气的。哦哟！啊，我面孔那个就不干，干得像单子刚出来，身体刚到身份，比高单位也快。是啊。傻跳，写得罗曼里了。我面孔上就不干得像钢的，再来这个说起来是，我祝你大厨房里还做人搞点子哇？什么意思啊？菜单费毛子哇？还是了，
再去鸟出来，再去鸟又来，接着海龙看他坐在背浪向，脑块鸟蹲辣我面孔上，吱个看海了喂。是你吃力不些？但是我来了，妈妈来想呀，农家人还有啥难后，帮忙吧。来想你妈他个文在也是了。哎呀，我妈真叫欢喜呢，少去欢喜呢嘛。自从你来之之后，我们两个到头儿子到得甚是不足的，本来个子半年书了，现在千金个书单位的对待着。老实说，我要笼络你顺心，让你等了相府里不走。你三个是只树，不过高处不来，到底要来人上去。那么我来我晓得，你到来人一来去，他是老得的嘞。现在辰光，龙江山帮你忙，崔丫头是为不与我混下去，是这，真叫想要归山，不如今在龙江里。阿江妹子对，哪个娘开的？今来这个叫面孔上肚子两不得着呀！老心杀他你到了八代！大宝改改咖啡，国家不中，不晓得闭门背后有点东浪不推这样。哎，真正气不过，气啥？想不通，有啥名堂的？想要自家定个规矩啊！你喊出来个规矩？冬儿3年自贡，上个我头做干部，这个上一个本事。二兄弟来的半年份，半年份带来，这个娘的还服的么该？不听，不听，你破坏规矩。你来自己娘。我吧，3年前。你不告诉吧500万。哪位呢？3年前推班人家2日天早。想要外班车队哇，请我吃顿生活。大伯哈，吃生活前头给点人家媳妇做饭。一吃生活一起，再也隔3年的嘞。是哦。哪啦？你他妈子3年啊，我打到第2年噻。哦哟。3年也满夸，打他不要我，谁送不高步？重新来，今年打到第2年了。另外哪用？我要翁兄来搞起来啥的？你讲翁外男人呀？到底看戏还啥你看了？我来的你怎么懂的？鸡呀！我来是会的。鸡呀！我来是。哎呦，根本你谁读书给喷起来呢？我你也是了。来自会的。不你哟，刚刚听说起来的嘞。我现在在内兄那里了哩。乌龙啊！你出来啥体哦？进来生吃海底了呀？不来哟，是不大灵光喂。你回来的？你来自几年？我不是昨年。我来自山里在。俺不搞不来了。高知文班。不过我们去呢，你得上山吧？算了。你看啥个头名干部呢？当然。你看干部还人家做多少？哎呦，现在来作为种副代官。那种头名身份么变态的呀？一个作为我副代官。多了你还。一个人嘛，太子高知府嘛，娘子个儿子嘛，手中接来嘛。妻子可以个样比在。我爷娘们的交代得过来。闲话是不错。哎呀，你回来的。今朝你都放心。那。3月了。当心了，把我拍痛。大高才有高知府。大高才有高知府。今朝来这个头气不相信。是啥个头气啊？太高知府头气。有个种头气啊！想要破坏个规矩，你到高进去也告知我。对，预备吃生活。总归谈不上告诉也是一个，再吃，吃，跟我办。预备吃生活。对。啦啦啦啦！想要了上头，不告知不个计划年纪想要可对啦。想要了上头呀，不告知不个计划年纪想要可对呀。呀，马路你问娘要好了啊。想要了上头，不告知我地下人拉下头，不告知我地下人拉下头，就想要上头，开头靠不难。你靠不难，说出来就介绍。我来了，对都一口没盐。说哪里啊？来自上京东儿，
你们到来好事。这未必想呀，人多是也搞主。哎，对个呀，是也搞主没得想呀，你这也搞主子，我上昨年来自12岁，我是没7岁的呀，这要是去年我总归也该。杜老妹阿爷，杜老妹，我杜老妹就跑得来，哎别，杜老妹两边。我来了一听嘛，哎呀，今朝是我错的，这个规矩是我忘出来，同儿3年不错去上一个高师傅里，我来的半年不耽误孩子，还负担让你改一个，可哪办法呢？再多看7个同儿，离婚不干，可是今朝谁都结婚的哈哈，今朝做亲，开年过些辰光，革命。外面哇，不比我相夫比有人当着吧？不笨多，你都也是7岁，也是不笨多。我也是大高子，我也是也不理。我现在都不说自家，今朝内山多，看多一个高子都没得。你们都要去吧？是啊，这倒容易。我这里预购上礼。所以人对了下礼，统统去接吧。也是的哇。龙江以为，以为的人是到底没做啥个地下人呢？是的呀。今年今朝大高一高子，这辈子是不成的呀。还有便当的呀。便当啊！一副单里面一个厂里面切个是。那么你单位里切个是，绝对贴上去。旁边那个出来又不是一样的，贴上去。那么你给他几个人了7个。7个人，7个人切个是么？一人想一个啥想得出来？便当一个中嘛，中国有高子。一句不来嘛，一个是做来。今朝才有高子。你干嘛拿路法呢？来来啊！我们是在吃里不够讲闲话是个，那么你来，你是想要请上礼啊？一个上的黑了，一个叫南洋派的。南洋派的。那么想要上礼嘛，那是用香。啥意思？一个还是南洋派的。哦，南洋派的。那是也写得个了。我等了书房外头3地都要我。听见想要到五兄弟，人说啊，对啊，我才听下来。听那个下坡的。来讲一个。请想要上哪里呀？我来了一听，哎呀，库里头居然这样不吃让商量，什么我就听想要上礼，哎呀那样哇！本来嘛，今朝个上礼先等读不说是妈妈好，那么也吃得难点的，但是想要南京啊别动的，我就上礼，你高地内都好上，用香绝对那样哇！看上去今朝才不都搞主子，我来那个上礼，结果哈。女狗地内都好上，这个女狗，这是4个女狗，女字地方一个女，谁叫你个女？乡下大姑娘，辣地里向做子弹头上我，好就是磨上的一片。女狗地内都好上，一朵彩龙车特在。哎呀，卧龙啊！听不懂啊，那对了。便当。老师听少了。我才懂啊。哎，啥意思啦？女狗地内。头好热哟！出名了，我要死我跟哪呀？话题多哎！哎呀，你狗仔，这人是死狗哟！是死狗哎！你狗么是死狗？地内么是死狗让地板里下。怎么动和尚呢？看见个和尚吃崽子嘴跌了地里，死狗不晓得，我里头的死狗堂里一看么财神之果然么大走亲。这几个的呢，都不好上，你找你都一起啊，不是？你哪对吧？你当官，那个上里了，里下一个女，那么你合理规矩，还有单位里一个女，便当个，单起汉服，你根本就是4个了，4个么单独汉服，来，不来汉服年纪，他们在干嘛带你去吗？去嘛不来个，
个别想要，再欢喜啥人？欢喜啥人啦？这本地了我要啥人？啥人？想要再欢喜啥人？套套呗。哎呦，写出来今朝也搞出聪明的来。哎，那个，对，套套。那么地内带啥呢？地内嘛，这个套已经拿上了，我讲。套了房里去玩。灵官，对房里，房里嘛。没。那么都带上呢？动动脑筋的，大哥动动脑筋啊！快点呀！到！哎呦，头上给压的嘞！到不得。爸！对，对，红上带上。红上嘛，哎呦，你前头一直四个做啊，红上四个。那么下头大家想想看，这个大家也真的咯，也打的咯。但是啊！哎呦，写出来就这聪明的。哎呦妹，你这个，你看。想想，人多对头呀！我说，看你到其他地方不出商量，现在马上对头，看上去这个屋里好得不得了，听看，对上来。是啊，卫兵想想上里去，二沟地内到红上，人到屋里去，他往里办大事啊！那屁！不是啊，一死脱个来，我来搞租房给你办大事啊！我百姓浪费硬巴巴哈哈。我们要地区乡亲听我的。